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 T1 男子职业篮球联盟当中的台南台更猎鹰队，甲嘉南药理大学结为联名。这个主场馆就设伫个嘉南药理大学的校园内。12月18到19要举办着开幕赛，将搁为台南带来一场精彩的运动赛事。嘉南药理大学今日甲 T1 男子职业篮球联盟的台南台更猎鹰队缔结76联名，未来球队将会以学校内面的场所作为主场馆，伊嘛讲会使为学校甲球队拢带来更较好的发展。我认为这一次的配合呢，的确是在台南台钢猎鹰呢真的入驻台南之后呢，我们在这里所跨出非常成功的一步。学校提供的体育场馆嘛真有内力，毋但内部的空间真宽，会使作为相当好的训练场所。建筑物本身更加是得到立建筑的标章，相信是一个真适合球队来的好所在。基本上球员也可以利用运动中心做一些重量训练，好，那基本上对球员的未来的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。透过主场馆比赛主办，对着学校来讲，会使得到真侪参与专业比赛实务经验，创造更加侪学习机会，互未来有兴趣要做相关产业的学生有真大帮助。